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有些人在股市崩盤前總能全身而退，而我們普通投資者卻總是被套牢？是運氣好嗎？還是他們掌握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的秘密？今天我們要聊聊查理·蒙格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智慧，關於市場暴跌前那個最關鍵的信號。查理·蒙格這個名字，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？這位巴菲特身邊的黃金搭檔，在2023年離世前，已經在投資界打滾了超過70年。我們要知道，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投資者，而是一個見證了無數次市場崩盤，經歷過各種金融危機，卻依然能夠穩穩賺錢的傳奇人物。他的波克夏公司從1965年到2023年，年化回報率達到了驚人的19.8%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就是如果你在1965年投資1萬塊，到2023年會變成超過3800萬。聽起來很瘋狂，對不對？但這就是他和巴菲特創造的奇蹟。那麼今天我們要探討的，就是蒙格在無數次訪談和演講中反覆強調的一個概念。這個概念聽起來簡單，但是真正理解並且能夠運用的人，卻少之又少。而正是因為不懂這個道理，無數散戶在每一次市場泡沫中都被割韭菜，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同樣的錯誤。市場瘋狂時的真實面貌。我們先來聊聊市場瘋狂的時候是什麼樣子。大家還記得2021年的加密貨幣熱潮嗎？那時候到處都在談論比特幣、狗狗幣、各種不知名的虛擬貨幣。你的朋友在群組裏分享他一個月賺了多少錢，你的同事在午餐時間討論應該買哪個幣，連平時不關心投資的親戚都開始問你要不要一起投資。這種氛圍就是蒙格說的那個信號正在形成的時候。蒙格曾經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，他說當街上的擦鞋童都開始給你投資建議的時候，市場就危險了。這不是在看不起任何職業，而是在描述一個現象。當投資變成一個全民話題，當每個人都覺得賺錢很容易，當原本對市場毫無興趣的人都開始蜂擁而入的時候，泡沫就已經在醞釀了。在2000年的網絡泡沫時期，情況也是一樣的。那時候只要公司名字後面加個.com，股價就能飆升。很多公司根本沒有盈利，有些甚至連商業模式都說不清楚，但股價就是不停地漲。當時的投資者相信，傳統的估值方法已經過時了，網絡時代有新的規則。結果呢？2000年3月開始，納斯達克指數在2年半的時間裏暴跌了78%，無數投資者血本無歸。那個唯一的信號到底是什麼？現在我們來揭曉答案。蒙格所說的那個暴跌前的唯一信號，其實就是人性的貪婪達到了極致的時刻。更具體來說，就是當市場參與者普遍認為風險已經消失，當大家都相信這次不一樣，當理性的估值標準被拋到腦後，當賺快錢變成了唯一的目標，這個時候危險就在眼前了。蒙格把這個現象稱為集體瘋狂。他觀察到，在每一次大崩盤之前，市場都會進入一種集體幻覺的狀態。人們開始相信過去的規律不再適用，價格可以永遠上漲，借錢投資是聰明的決定。在這種氛圍下，質疑的聲音會被嘲笑，保守的做法會被認為是愚蠢。我們看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。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年，美國房地產市場火熱到什麼程度？很多人同時持有好幾套房子，銀行願意借錢給沒有收入證明的人，金融機構把這些有問題的貸款包裝成複雜的金融產品賣給全世界。當時如果你說房價會跌，
會有人覺得你瘋了。但蒙格和巴菲特早就看出了問題，他們選擇遠離這個瘋狂的市場，最後避開了災難。為什麼我們總是看不見這個信號？這就是最有趣也最殘酷的部分了。明明信號就在那裡，為什麼我們就是看不見呢？蒙格對這個問題有很深刻的研究，他認為這是人類心理的固有弱點造成的。首先是從眾心理，當我們看到身邊的人都在賺錢，我們會覺得自己如果不參與就是傻子。這種社會壓力非常強大，它會讓我們忽略理性的判斷。你可能心裡知道某個投資不對勁，但當你的朋友都在賺錢的時候，你很難堅持自己的想法。然後是確認偏誤。一旦我們投入了資金，我們就會開始尋找所有支持這個決定的資訊，而忽略所有警告的信號。如果有人說市場過熱，我們會找100個理由來反駁他。如果有數據顯示估值過高，我們會說這次的情況特殊，不能用傳統方法來看。還有就是短期思維。當市場在漲的時候，我們看到的都是機會，想的都是明天還能賺多少。我們會忘記，投資應該是長期的事情。我們會忘記，所有不合理的漲幅最終都要回歸正常。蒙格經常提醒投資者要有耐心，但在市場瘋狂的時候，耐心是最稀缺的品質。蒙格教我們如何應對。那麼知道了這個信號，我們應該怎麼做呢？蒙格給了我們很多實用的建議，而且這些建議聽起來都很簡單，但做起來真的需要很大的自制力。第一個建議就是建立自己的判斷標準。蒙格和巴菲特都強調，你必須了解你投資的東西。如果一個投資機會你解釋不清楚，如果他的商業模式你看不懂，那就不要碰。這聽起來很基本，但你會驚訝地發現，有多少人在投資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東西。在2021年的面股熱潮中，很多人買 GameStop 的股票不是因為看好這家公司，而是因為社群媒體上大家都在買。這就是典型的盲目跟風。第二個建議是要有安全邊際的概念。蒙格從來不會在市場高點的時候追高，他總是等待價格回到合理甚至便宜的水平才會出售。他說，好的投資機會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有時候你需要等很久。但如果你有耐心，市場總會給你機會的。這個道理我們都懂。但當市場在漲的時候，有幾個人能真正坐得住呢？第三個建議是要有反向思維。蒙格有句名言說：告訴我會死在哪裡，然後我就永遠不去那個地方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我們要學會從失敗的案例中學習，要知道什麼事情會導致虧損，然後避開那些陷阱。當市場瘋狂的時候，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什麼都不做，保持現金，等待機會。這需要極大的勇氣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你會覺得自己是唯一一個沒賺到錢的傻瓜。歷史一直在重複。我們再來看看歷史。蒙格活了99歲，他見過太多次這樣的循環了。1929年的大蕭條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，2000年的網絡泡沫，2008年的金融危機，每一次之前都有同樣的信號。市場會瘋狂上漲，人們會變得貪婪，理性會被拋棄，然後砰的一聲，泡沫破裂了。有趣的是，每次泡沫形成的時候，人們都會說這次不一樣。在1929年，人們相信美國經濟進入了永久繁榮的新時代。在2000年，人們相信網絡改變了一切，舊的規則不再適用。在2008年之前，人們相信房價永遠不會跌。
但結果呢？歷史證明，這次從來都不會不一樣。人性的貪婪和恐懼是永恆的，市場的週期也是永恆的。蒙格說，如果你研究歷史，你會發現人類一直在犯同樣的錯誤。但如果你能從歷史中學習，你就能避免這些錯誤。這就是為什麼他一直強調閱讀和學習的重要性。他自己就是一個終身學習者，即使到了90多歲，他還在不斷閱讀、不斷思考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。我們可以做的實際行動。說到這裏，我們可能會問，那具體來說，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？首先，我們要培養一種警覺性。當你開始看到市場過熱的跡象時，不要跟着興奮，而要開始小心。什麼是過熱的跡象呢？比如說，原本不關心投資的人都在談論股票；比如說，某些股票的估值已經高到離譜；比如說，媒體上到處都是一夜暴富的故事。其次，我們要建立自己的投資原則，並且堅持這些原則。蒙格和巴菲特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他們有非常清晰的投資哲學，而且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。他們不會因為市場的情緒而改變自己的標準，不會因為別人賺錢而眼紅，也不會因為短期的虧損而恐慌。這種定力是長期成功的關鍵。最後，我們要記住，投資不是賭博，不是追求刺激，而是為了長期的財富增長。蒙格說，投資最重要的不是你能賺多少，而是你能避免虧多少。保住本金，避免大的失誤，這比追求高回報更重要。很多人一輩子投資，最後還是虧錢，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賺到過錢，而是因為他們在某一次大虧中失去了一切。查理·蒙格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投資技巧，更是一種生活智慧。他教會我們要理性，要有耐心，要謙虛，要不斷學習。市場暴跌前的那個唯一信號，其實就在我們每個人心裏。當我們開始貪婪，當我們開始覺得賺錢太容易，當我們開始忘記風險的存在，那個信號就亮起來了。我們不可能永遠都做對，但如果我們能夠保持清醒，堅持原則，從歷史中學習，那麼我們就能避免成為那些被割韭菜的人。蒙格用一生證明了，投資成功的秘訣不在於找到什麼神奇的公式，而在於避免愚蠢的錯誤，保持理性的頭腦，以及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對大家有幫助。記住，下次當你看到市場瘋狂的時候，不要跟着瘋狂，而要停下來想一想，這是不是蒙格說的那個信號正在出現。投資這條路很長，我們一起學習，一起成長。